生你好，跟住嘅問題咧，我哋想問一問咧，有關咧電子學習啦、教育啦同埋投資喺下一代。咁啊，第一咧，而家最近咧，即係香港而家政府咧就提到咧，其實即係都覺得咧，呢個電子學習同我諗整體可能業界或者社會都有共識咧，都覺得電子學習係一個可以行嘅一個方向。甚至喺韓國咧，已經佢哋決定咧係希望2015年咧可以取消教科書，令到咧呢個教育咧可以用電子學習到。咁但係香港好多時咧就集中咗係咧，而家政府集中咗係咧，就點樣去減低嗰個書嘅價錢？我哋自己覺得咧，其實會唔會係即係喺嗰個價格方面，除咗係減低價錢之外，用到電子嘅產品或者電子新學習嘅時候，令到可以更加學得好啲。咁有幾樣嘢我想特別提出，你睇下你嘅反應同埋你嘅意見。其中一個咧就係其實要真正呢個機遇係一個新嘅電子學習係一個價值鏈啦。咁點樣去建造呢個價值鏈咧？包括咗教育啦，包括咗政府啦。包括咗出版啦，包括咗 IT 啦，包括咗頭先你講到可能設計啦各方面嘅，點樣可以一齊去建立一個新嘅價值鏈咧？政府嘅位置你頭先講到要主導，點樣去主導咧？呢一個係其中一點。咁另外一點我哋都幾擔心嘅，即係呢兩個禮拜咧就孫風病咗啦，但係之前咧佢都講到咧，就係咧希望咧將以前有40幾年嘅一個審書制度帶到去網絡上邊。咁網絡審查咁啊，大家一定即刻好擔心呢一樣嘢。咁究竟你點樣睇？即係將呢一個即係轉到電子嘅時候，其中一個機遇就係新嘅價值鏈。另外一個咧就喺審嘅時候，我哋都有咩態度，應該點樣處理咧？咁再者啦，呢個其中一個令到呢一個電子教育可以成功嘅其中一個因素咧，就係其實所謂我哋點樣去 bridge 個 digital gap， 點樣去將嗰個數碼嘅隔膜咧可以縮窄。因為點解咧？喺城市裏面可能有啲人係有嘅，有啲人係冇嘅。咁佢可能用咗電子書之後學得更快，但係窮嘅人咧可能更加有困難。當然而家我哋有呢一個互聯網呢個學習計劃，咁我自己都有份參與。咁個過程當中，你覺得喺下一步呢一個係有幾年嘅計劃？跟住啦，喺你個任內呢樣嘢可能會再發生，再向前嘅時候，應該點樣將呢樣嘢更加推前咧？最後啦，身為如果將來係一個特首，我哋想睇下你對呢方面嘅一個承諾，就係對我哋下一代，當我哋點樣用資訊科技去幫助我哋下一代下年嘅有咩承諾？多謝。對於資訊科技嘅應用，我自己係非常之熱誠同埋有投入嘅。喺我做西九文化管理局嘅主席嘅時候，我成立咗一個ICT 嘅專責小組。呢個專責小組就係話佢有一個 mandate 嘅。呢個 mandate 咧就係我哋要建一個資訊科技嘅平台，係要 stay ahead of the curve and be ready for the next generation。當中個投資可能會比較大啲，因為淨係講光纖，我哋有一紮光纖可能擺喺度，即係 leave it dark。因為將來我相信個需求一定會比現時更加大，將來啲使用者亦都會不但止係 application 嗰方面，因為我相信將來大家都唔係揸住個 iPad 就揸住個 smartphone， 咁變咗無論係 pop-up、interactive、actual applications， 即係 usage 嘅 applications 嗰啲都要更加有前瞻性咁樣成立，所以我好高興咧，單仲偕議員、單仲偕委員而家亦係做緊嗰個專責小組嘅主席，我對佢好有信心咧，佢能夠咧為西九文化局嘅IT 嘅網絡咧係做到一個可以能夠有前瞻性同埋迎合到下一代。我覺得呢個 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 咁樣做法，亦即係我對 ICT 嘅期望係乜嘢？第二方面咧，你剛才講到電子書，電子書咧，我知道特區政府喺過去2年係推動緊，推動嘅效果，我覺得OK， 即係可以推動得更快、更加到位。
冇定立一個目標話幾時咧就全部取締非電子版嘅書嘅，都唔係咁容易做得到，因為而家現時如果要用電子書嘅話，當然我哋而家用普通書咧，我哋要審書嘅，所以如果電子化咗佢咧，當然你話要唔要審視啲內容，呢個係一個教育問題，即係話我哋應該係一視同仁，因為我自己好注重公平，應該一視同仁。如果你話用普通教科書我要審，電子書我唔使審，咁一唔係，我應該係一視同仁。如果係我要如果我哋話我哋取消審書啦，即係話電子同埋普通版都可以取消嘅。但係如果係普通版要審嘅話咧，電子版都要審，咁樣先係公平嘅做法。喺個 value chain 嗰度，我哋點樣可以更加優化咧？當然我哋而家現時喺香港做服務業，每一個行業都想優化個 value chain， 因為你要優化個 value chain， 你要去高端嘅時候咧，個增值可以大，亦都咧整個行業咧可以不斷向上游。喺電子書嗰方面咧，即係而家我係自己好希望我能夠做到咧，將來係全部可以替代普通版嘅書，因為咁樣一來環保啲啦，二來咧更新嘅時候咧，亦都係比較容易更新。其實仲有第三個模式嘅，第三個模式咧就係咧有一啲書其實唔需要學生自己去買，如果你學校裏面本身有咧，而佢而家唔係好多書未必一定係年年都改版嘅，你即係話可以咧一級用完之後咧，可以留翻喺度俾下一班嘅學生嚟，而只係佢啲 exercise 嗰度咧可以透過電子版咁樣去做，即係只係喺個 combination 個交功課咧可以係透過電子版咁樣去交功課，即係我覺得可以用一啲咁樣嘅模式去諗，但係個方向就係一個電子化嘅網絡，因為我自己認為一個 e-competence 將來係必不可少，將來要 bridge 呢個 digital divide 咧，呢個 e-competence 係一個最重要嘅一環，所以我哋而家喺度推緊好多係希望能夠縮窄或者 bridge 呢個 digital divide，將來你哋仲有啲咩更加好嘅意見，我係好樂意同你哋多啲溝通，聽取你嘅意見。咁唐生，咁申報利益咧，頭先唐生提到薛仲佳當然係我哋 IT 呼聲2012嘅成員之一啦。咁另外咧就薛仲佳冇嚟咩？佢今日佢喺美國探緊仔嘅。咁就佢啦，同埋我咧，其實都係頭先唐生講到嗰個 ICT 委員會西九嘅 ICT 委員會嘅委員嚟，咁申報翻。